女人报警说她的老公洗澡时淹死了。可当警察问她家庭地址时，女人却怎么都不肯说，因为她知道人只有在紧张的时候，大脑才会一片混乱，连家庭地址都很难想起来。她就是要让警察记住这些细节，以此来排除她杀害老公的嫌疑。果然，警方调查后发现尸体没有外伤，没有吃药，只有过度酗酒的昏迷现象。而小美演技一流，在全国尸检率只有 4% 的韩国，让警察根据意外死亡来结案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。也正因如此，小美终于摆脱了老公的折磨。结婚前老公对她无比恩爱，外表斯文又是个暖男，可结婚后就变了，老公的暴力倾向日渐显露，有时只因为没做晚饭，老公就会对她拳打脚踢。不过这仅仅是皮肉之苦，为了赚钱还债，老公还逼她去夜店工作，即便这样她也不敢反抗。直到这天晚上，一位染黄毛的客人喜欢上了小美，她本不想答应，可当小美得知黄毛是一名偷渡的逃犯，她立刻就同意了。因为小美早就受够了家暴，而老公的意外保险金高达50万美元，受益人正是小美，所以她用自己的相貌为代价，让黄毛在老公经常买醉的酒吧门口等着，只要发现老公是一个人，那就直接开车撞他。万万没想到，得手之后的黄毛给小美打电话，说人已经解决了，尸体被他埋到了山上。小美顿时气到爆炸，尸体都埋了，不就无法当成意外死亡了吗？保险金还怎么领？但就在这时，家门突然被钥匙打开，小美傻了，看着毫发无伤的老公就站在眼前，她这才意识到，原来黄毛杀错人了。老公喝醉去睡觉了，而黄毛得知真相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他从来没有杀过人，之所以肯帮小美，一是因为小美答应他的条件，二是因为他本身就痛恨打老婆的人。现在不仅计划失败，他竟然错杀了一个无辜的路人，后悔都来不及。小美答应给他一个交代，可当几天之后两人再次见面，黄毛已经成了一个精神病患者，深深的负罪感把他折磨得不成样子，只有到警局自首才能解脱。小美当然不同意，她拉着黄毛来到坟墓面前，给这无辜的路人办了一场送别仪式。可惜这种只能骗鬼的荒唐举动，让黄毛的负罪感雪上加霜。不论小美怎么生气，她就是要现在去警局自首。小美终于没了耐心，她的目光渐渐看向一旁的汽车。杀人过后的小美同样体会到了黄毛的负罪感，但黄毛永远都不知道，其实小美还有另外一个同伴，而且早就计划好了一切。这个女老板太狠了，看到厂子里的姑娘被客人拉着陪酒，她单枪匹马上去阻止。女老板当然不怂，被女老板救下的小美受宠若惊，但这时的她并不知道，在女老板英雄救美的外表之下，藏着一颗大灰狼的心。当女老板王姐得知小美杀了黄毛，她没有丝毫惊讶，主动帮小美掩埋尸体，还处理掉了一切杀人证据。王姐说：“我曾经也被家暴过，因为同情，所以才会无条件帮你。”小美信了，于是一步一步的被王姐诱导，先把老公迷晕溺死在浴缸里，然后伪造现场编织谎言，把这场蓄意谋杀变成了意外身亡，最后成功拿到50万美元的保险金。王姐看中的就是小美太蠢，所以无论她怎么暴露犯罪经验，小美都不会怀疑，不仅不对她设防，还拿着现金来到家里感谢她。可王姐要的不是钱，她说：“我只是单纯的拿你当朋友，你能过得好就行。”小美又信了，直接喝下了这杯祝福之酒，然后两眼一黑不省人事。当她再次醒来，浑身上下被捆得严严实实，而一旁的王姐早已脱下羊皮，露出她锋利的獠牙。王姐不是变态，她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想用小美的信息，用一个干干净净的身份出国生活。临走前，她找到了男友阿伟。之前王姐欠了高利贷跑路，而黑老大找不到她，就只能逼着阿伟还债。可谁知阿伟苦了这么久，王姐回头找他却不是为了还钱，只是因为阿伟在海关工作，能帮他顺利出境。面对王姐的卖力讨好，男友表面答应，内心却一直在思考怎么借口溜走，去联系黑老大。凑巧的是，一个警察找上了门，因为阿伟为了还王姐的债，利用职务之便，长期做着帮人偷渡的生意，而警察一早就盯上了他，但苦于没有铁证，只能时不时的来家里套套话。现在刚刚好，阿伟提议和警察边喝边聊，然后借着下楼买酒的间隙打电话给黑老大。他十分笃定，视财如命的王姐能不择手段的出警，肯定携带了不少家当。他让黑老大快来，然后急忙往家里赶。但等他回到家后，一切都变了。她经常给男友撒娇装弱小，却害怕犯罪的证据被发现，直接杀掉了一个警察。男友一边帮她处理血迹，一边转头观察女友。这个平时怕黑又怕吓的女人，竟然可以在尸体旁淡定的上厕所。这时的女人还没意识到男友已经对她产生了恐惧，结果一出厕所门，直接就被铁锅砸晕了。她知道女友杀警察的事一定会牵连自己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她先拿走了女友的车钥匙，然后打开后备箱，找到了女友骗来的巨额现金。面对突如其来的人生巅峰，他第一件事就是钻进洗浴中心，做他最想做的事，也就是先把钱藏起来，然后找个没人的地方，感叹女友即将面对的下场。但没想到的是，催债的黑帮的确找到了女友，可他们的目的只是要钱。女友说：“虽然我的钱都被阿伟卷跑了，但我太了解他，
这个怂货做什么事都只图快，他一定会第一时间赶最早的航班出境。果然，黑老大的小弟按照女友提供的几个位置，还真就找到了阿伟。但没等小弟动手，阿伟被吓得四处逃窜，最后在马路上出了车祸。阿伟死了，但那满满一包现金却没有停下脚步。当一个名叫老王的清洁工发现了他，才让黑老大再次有了线索。因为老王捡到巨额现金并没有报警，而是偷偷把钱拿回了家。他的母亲老年痴呆，女儿交学费没钱，和他一起养家的老婆也受伤住院。他无数次的向老天祈求，把这笔钱留给他吧，可还是被黑老大约到咖啡馆问话。他以为只要死不承认，对方就拿他没办法，谁知一旁的经理却一口咬定就是他拿走的。因为老王拿包回家的时候被经理撞见，这么贵重的包经理都买不起，怎么可能是清洁工的？看着依然狡辩的老王，黑老大话不多说，直接走了。而老王并不知道被黑老大跟踪，立马回家转移钱财。老王知道惹不起，但老年痴呆的母亲不知道，他一把抓住女友的头发，警告他们不要欺负儿子。但黑老大哪管这些，轻轻松松就拍晕了这对母子。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。看着黑老大一脸震惊，女友一言不发，刺向双肾，当场了结了黑老大。弱肉强食就是他每天信奉的真理。他一把火烧掉老王的家，拎着现金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。他把钱藏进了机场的储物柜，然后买了一张飞往广州的机票。但他怎么都没想到，同样都是恶人的黑老大，竟然有一个如此忠诚的小弟。不论女友怎么收买他，他的目标依然是为老大报仇。这场闹剧终于结束，而老王还算幸运，在关键时刻醒了过来，背着母亲逃到了外面。他不停地为自己贪心忏悔，如果当时能坚守本分，不做欲望的野兽，或许就不会变得如此糟糕。但人生如戏，在机场工作的妻子捡到了一把钥匙，打开柜子发现了那包巨额现金。同样的选择再次降临，是上交还是留下？是幸运还是灾祸？没人知道他会把钱带去哪里。可是正确的选择又是什么？